本澳近期發生多宗嘅縱火案，令市民擔心治安惡化。有團體就因應情況舉行改善舊區治安嘅座談會，希望政府能夠着力整治社區環境。程美珠報道。街總早前做咗有關嘅問卷調查，報告指有80%嘅居民都覺得近期本澳嘅治安情況變差，特指喺近3個月有縱火燒車案極為嚴重。方會表示，有啲違例停泊嘅電單車發生火警嘅時候會阻塞走貨通道。居民其實更加擔心嘅就係咧，譬如有一啲嘅違例嘅停泊嘅呢啲嘅單車咧，電單車啊，咁樣咧佢有啲係會阻塞咗呢個嘅大廈一啲嘅逃生嘅通道。咁喺呢個情況，如果萬一發生咗事故之後咧，咁你諗下居民應該點樣去應對咧咁？佢表示，舊區治安問題惡化有上升嘅趨勢，唔單止縱火案嚴重，而盜竊、搶劫個案亦都不斷咁增加。有啲市民喺財物上有損失，但因為怕麻煩而拒絕報警。街總就希望警方喺報案手續上能夠簡化，消除居民對報案嘅恐懼。另外，希望警方能夠喺深夜多加巡邏，喺人流多而密集嘅地方安裝攝錄機，減少罪案嘅發生。澳門電視台記者程美珠報道。